中医师的。有人讲牛子嘛，牛胧不贵，牛胧不贵。这个会。这是啥呢？
白色，因为咱咧菜的这种放在咧放的看做旅游啊咧，差不多讲一个人身体若是较轻，伊并无真大的问题，咱就会咧为即个饮食内底来调整就好啊，无一定就爱食迄种苦的药啊，所以就是讲，你先到医师啦，袂应该一直学来食吼，因为有的人伊来食即个年龄观念，感觉讲，身体打毛可能啊，还是讲伊的肠啊，这嘛有可能。再来我来运动的是迄个运动甲按摩保健身法，运动甲按摩，这是当然我要甲恁讲的吼，因为吼，大家拢好会啊，我讲较简单的，其实咱人吼就是讲咧努力，是为咱的脚开始，所以你看是我老大人吼，伊若是摔倒袂行了后，伊身体就去歹吼，就倒到遐，倒到门床袂当落来啊，伊就啥物病拢开始啊，每年伊摔倒以前身体拢是足好的啊，就有的人中风了，伊就拢是大震动啊，就疼啊，伊咧中风了手，伊就难按啊，就是疼，疼，伊比较福建吼，疼我心，不疼，迄惊起来拢歹做啊，毋过感觉安尼就无法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吼，咱若有病了，咱的心就愈来愈暗，包括讲咱的腰、咱的骹，伊的心拢愈来愈暗啊，愈来愈暗了吼，伊身材就变歹。所以讲咱即马运动吼，就是讲，咱若是讲你运动，干嘛做疼，你用先学会，你就家己按摩吼，家己按摩了，一个早餐做几小个，其实吼，我感觉恁老大人上重要的是顾家己的身体健康尔，了后恁讲莫伤人烦恼啦吼，顾家己就好。规工现济时间，你透早起来你就来按摩，你若一天按摩1点2点，你拢袂要紧啊，你就一头甲骹，拢来抓抓，互伊循环足好诶。我感觉这对身体有特别的帮助。我看过吼，因为即马有即个是中国出来迄个咧教养生的课吼，因老大人嘛是重视按摩的，伊不是大量的迄个用做身体做的人吼，伊是会晓按摩，食了是轻的，所以大家吼，伊的身体也拢真好啦。但感觉讲可能是真的上班也是足少啦。你看，等下若有真的时间吼，我来教大家做一寡简单的按摩，做运动的方法。讲较简单的就好，只要恁愿意做，一定都有帮助吼。再来吼，你讲的就是讲，咱大家咧建立去接受的生活，这是咱大家追求的啦吼。要安怎咱才会当做到这个程度呢？第一吼，咱就爱减少迄个老翁某的感情，为虾米？即摆的人少年人真无明啊，所以讲两个人互相照顾，嘛有伴，嘛佫袂孤单啊，所以你因为咱即个缘分
大人嘛，天人啊变红，较早困咧，吼，啊热人天着较来只红，较暗困一时啊，较早起来，你拢袂知，只要莫讲差伤济吼，咱就是半年头，若是起来啊，咱就好起来，啊日头的咱就这样看咱们俩暗跟他这个为人吼，他写的纪律哦，写讲9点困，我是讲困下休息，拢9点爱困，我是感觉讲，恁只要莫讲尽量差不多9点至10点以前，吼，咱就准时困困啦，困咱都袂要紧啦，吼，啊毋过就是爱紧着，吼，啊再来爱清心寡欲，莫讲吼，我是人吼，我来咧去动处，啊我来看路就是我惊出来看，吼，啊是讲有较大个就无买啊，即摆吼上正就是休息啦，啊，家身体顾好，啊，你着莫互精神啊烦恼，安尼就足好个啊，毋免做较济啊，只要你莫爱照顾家己啊，吼，啊照顾家己，互伊足好个安尼我感觉讲你是上重要，啊，再来爱持续，比如讲人吼有一个无同个所在，只是主要拢看讲你家己个想法啦，你若感觉讲我安尼就好啦，我就当阮的安尼就好啦，安尼你就会感觉较快乐啊，你就会感觉讲，哦，我什么都无，什么都无，安尼你就会感觉较快乐吼。啊，再来爱就是找你的乐趣啦，比如讲画人在去弹啊，啊画人在种花啊、种树啊，还是画人在写毛笔、拢做，你只要会当找你的兴趣，啊对这个兴趣内底吼有这种快乐，啊每一天拢安尼过吼，我感觉讲安尼就诚好过，安尼嘛会较长退休的，因为你会感觉讲，哦我规天拢闲闲闲，我拢是无代志好做安尼，伊无代志好做，你规天怎做？啊是讲食三顿，你会感觉讲这种生活是还是足无意义的吼，迄个就是你找你的乐趣哦，内底上课嘛好，读册嘛好，不管做啥物，只要有意义的拢好，你感觉你兴趣做啥物，你就去做安尼吼。啊，再来爱选择咱住的环境，其实吼，咱选择是有一点仔困难，就是因为你的时间到了遮，啊，毋过这是甲咱的寿命有关系呢，较拄讲你住的迄个所在，吼，伊就是这车人非常紧会撞着，吼，啊，大家拢有需要车经过，还是讲这个所在吼空气真歹，吼，啊，你到到遮就是常常拢会感觉讲身体无好，所以讲咱嘛是尽量莫到到这种环境，咱会选较好的，啊，每一厝每一爱水，我选择较好的所在来住安尼吼，啊，再来，咱做好就是讲咱注意老大人的运动，啊，若拄仔讲过，咱尽量莫同事校啦，同事校吼，你就感觉讲，就是拢规天拢在咧创啥物啊吼，咱就感觉讲咱家己有家己的工作咧做，坚持就爱锻炼身体，坚持就爱运动，吼，啊，生活就是爱敬重安尼，吼，咱就是讲爱注意这方面老大人的活动，就是我拄仔讲的爱运动就对了，吼，啊，再来爱食水果，咱台湾的水果吼，这种就是即摆有做者农药的污染啦，啊，咱若是讲困有啥物病，咱就应家己先外嘛会使哦吼，啊，就食一寡较无污染较侪水果爱食哦，有的人拢感觉讲，哦，我规日透你拢咧扫，我爱食水果，我拢甲人家讲吼，你会使水果来食来，啊，做一点仔小小的茶，互伊干干的，安尼恁食了一定袂饱，因为吼，你拢吼食少，啊，水果拢感觉你自己毋敢食，啊，所以你就平常出量啊，你身体就较袂恢复啊。我是感觉讲水果吼，会当尽量莫到暗时食啦，因为暗时有较甜啦，尤其是迄个花仔榴莲吼，还是香蕉来啊，西瓜吼，啊，你这方面啦，啊，你咱会使尽量拢日时食，莫到暗时食，啊，不爱食，安尼营养才有够哦吼。啊，再来就是爱该薰该酒，我相信应该拢无人咧食薰该酒啊吼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视。啊，再来就是爱礼物收无，啥物叫礼物收无？
丢丢，丢丢，太惨了，丢丢。哎呀，当然了，我妈妈，我自己就抓他。
啊，这个最伤吼，这个要搞啥物吼？影响迄个热岛地，就是讲热岛天咧，在这个吼，用冷地上上咧，你来用打，你来用迄个小个这个泡5分钟，安尼先。你对血糖有点仔降的当中，嘛有点仔吼，所以同咧试过迄个智能柜迄个吼，就是顶外红的迄号，你部分卖食，天下下底纯迄嘛卖食，中午你闪白白，你下你倒来做食物，再来就是山药，山药吼，这种物件会当补肾，所以你食吼，你的身体会较旺盛，会当长岁数。我认为讲这种物件真苦现在恁食，搁要歹食，所以吼，阮讲的学者吼，加南瓜、山药、淮山就对了，这种天的吼，伊的功用甲生活无同款。天的淮山，迄种山药，大概你拢用日本的吼，伊迄种的较会当帮助的迄个女性的头骨讲更年期食，伊食了较袂种更年期的不舒服。伊迄加豆奶咯，你迄加豆奶到头，单单用山药吼做无够好，你淮山，就去加迄个豆奶，你若是迄个咱咧补肾的吼，当然伊迄种的亲戚会当离水哦，会当离水，而且个好。你若煮熟的吼，伊较补肾，伊的食了你会感觉有较好，迄个。你若较瘦的人，安尼食就会胖起来，伊的筋会较紧哦。有的人讲，你讲讲去运动来讲吼，因的翁吼出去找别的查某人，伊都生气的，伊就吼，就拢袂晓袂困，就一直闪，闪了吼，伊就讲我一定无办法，我肯定要翘起来，伊就去一中医走，去去了，伊就讲我袂食饱，反正无食饱。你大腿再宽，伊就是着讲来食淮山，就食了吼，食了身体愈来愈好，愈胖起来。伊较变做你是中较细个，找了伊就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了，心情就慢慢是退啊，所以就活较紧嘛。所以讲有这个代志，当初你会去受气，你过啊吼，伊个受气，你就感觉无啥物尔。所以咱只要有人拢爱活咧，爱做家己的事尔吼。你就是讲迄个莲藕跟迄个莲藕汤，现在嘛爱常来煮来食，迄种的物件吼，对身体嘛有帮助。迄种物件咱若同讲常来喝茶啉吼，天的老家食会当有机会，你若食了你食，你讲迄个袂歹咯吼。你来就是如果来你就安怎讲，我就要讲。迄个句话，在你就要讲。不会，你食迄种燕麦粥吼，你叫我来讲袂种五谷杂粮吼，对身体诚好啦。咱吼来煮个迄个葱丸安尼，一礼拜吼来食3摆，安尼轮流食吼，头5到10年轮流食袂歹，你来进行口味汤，你进行煮口水。叫当中，因为进行吼会够卫生啊，免保鲜啊，你煮口味降血糖袂歹，嘛袂歹食啦，你来就差不多种的来嘛袂歹，搁一项做嘛保鲜咯，搁伊香有这些，材料较袂贵价，来当归、菜叶、盐料，我咱讲做去烧水，几项拢袂歹。即摆的人吼，着病机会愈大，你若莫食伤油吼，若莫食伤油，咱着心脏的负担着较轻啦。你着尽量咱大家你若有碰着病吼，你心脏啦、肝脏着死，你才出问题。你是最重要的啦，你会永远在病后面在着清查，所以讲吼，你着一步控制过来运动，咱的迄个。
步，所以咱嘛是去有重要的，目前咱已经保养就好啦，迄嘛无啥物无错啦吼。嘿，再来吼，我再来讲到迄个按摩吼，即嘛靠大看第一个代志，首先搓热，好，搓一搓之后呢，再搓到很热，然后贴在那个板子上，贴着，好贴，然后再搓一搓，再贴，好，安尼，然后这个板子贴之后，就开始按摩。第二就是讲迄个眉毛先，好按摩，好按摩了，再来到那个太阳穴，斜穴道至少要按20下，按摩之后再来将睛明穴再提起来，睛明穴就是再来血管将那些眉骨、咱眼睛上那些都来做这个辅助的按过来，而且将这个阳白这个将阳白穴这个提的啦，好，咱这个就是